请起立。心意义和线上体会班开始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请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请坐下。我们前人，还有我们各位点魂师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早安。我写今天承受了我们老母娘的慈悲，做祖师爷的弘慈大愿，我们的师尊师母的大德，我们前人以及点魂师的提拔，我们各位前贤的栽培鼓励，或许才有这一次这么好的因缘来这里跟大家共同的一个分享。今天或许要跟大家共同分享的一个题目，就是回家的路要超前部署。当然我们一辈子努力，努力最终就是要回家，回家也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一个核心重点。可是呢，我们想回家，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家的特质，家它具备了什么特性？因为你不了解家的特性，我们回到家里，这个家没有家的味道。有回到这个家，这个家就好像一个房子，它是冷冷的，它里面没有情的东西，没有温度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事先要去了解了，一个家里面，它必要成为一个家，要像一个家，它必须要具备了什么特性？第一个特性，家的特性一定要温馨，一定要关怀，一定要温暖。所以温馨、关怀、温暖，这叫人。第二个特性，这个家的成员要互助合作。互助合作叫做义。第三个特性，这个家的特性必须要礼让，要互相的谦让。这个谦让，这个礼让，就叫礼。第四个特性，这个家必须要让我们可以放轻松。这个家必须要让我们能够自在，能够释怀。自在释怀，这叫智。第五个特性，这个家必须要互信，互相的信赖，互相的依赖。第五个特性叫做信。所以整个家庭里面要成为一个家，具备了5个特性：仁义礼智信。所以要做到仁义礼智信，我们本身要让它成为一个家，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有一个完整的家，这是每一个人的希望。可是我们有